关怀古店门口已经传去一个中岛等的爱心便当，等台中回来领。虽然落雨，天气无稳定，不过气氛却是相当温馨。为了解圣安社区关怀协会106年成立4级巷弄长照站以后，就开始推动共餐服务，让230位参与健康出诊的长辈买当做伙用餐，互相联谊。现在虽然拄着疫情，无法度做伙活动食饭，不过古店改成到现场来摕，同时嘛替行动无方便的长辈来送餐，持续服务，让长辈感觉足甘心。里长服务都很好啦，跟那个总干事都很好啦，大家都很关心里面的事，嘿，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啊，本来是在那边大家一起吃啊，好啊，现在疫情关系都转回来这边煮了。有时候是分开在下面啊，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都集中在这里，这里比较方便。不甘心啦哈！哎，不甘心，不甘心。他台南市可以算是很优秀的里长。用健康促进完之后，然后共餐，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像一家人吃饭，非常的高兴。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市政府社会局这里马督岛这里有协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变通的办法。那当然就是需要我们的照顾员先打电话去请教他们有没有这样的需求，那确认有几位呢确实需要做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就变通的办法就是我们还是一样有提供送餐，但是呢又请他们要有需求的，可能我们准备好，那每天中午大概11点左右，他们就要抽空来领个餐回去，那也解决他们那个吃饭的问题啦。我觉得这样子对我们来讲是尽一份心意啦。那长辈也可以有一些这个改善哈，我觉得我们很愿意这样子来做这样子的服务。我是觉得虽然我们里面的长辈很多，那我们的照护员啊，我们的志工大家都非常的热心，那大家一起帮忙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觉得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面对这样用心的里长在社区推动长期照顾服务，社局嘛引进各种资源，全力协调第一线服务组织。目前就经费的部分嘛，那还有连接其他的一些社会资源，譬如说我们有连接其他的食物银行，然后让他们来领一些物资，跟长者们一起分享这样子。嘿，那本身北区区公所有时候也会发送一些新鲜的蔬菜，让这些据点有在供餐的据点来领，然后领回去可能也可以关怀长者，或者是说让他们煮餐这样子的部分。社局表示，淡市到6月11号为止，总共有378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其中173处有做共餐。不过疫情以后到6月9号维持现场提餐的，却只有32处。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